这位就是你们部门的新主管，我们的集团大股东公子维尔斯王。你们叫我王总就好。旁边是不重要的实习生。我不重要，不要拍我。你好啊，王总，一见如故，说的就是我们。没想到王总也曾有个音乐梦。做音乐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，但我想让我爸为我感到骄傲。我要跟你断绝关系。你走了。我是不重要的实习生阿莫，他是老板嘛，怎样了？你还知道我是你老板呀？你们谁都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哼，阿莫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只是一个爱好研究超能力的普通地心人罢了。美女，谈恋爱吗？谈啊。